来，乡亲啊，咱就煞来看这个新北市的深坑电子工厂的大火烧出来的臭味，是飘散到湘北市，引发着民怨。新北市的这个副市长刘浩仁讲，会来追究到厂商的责任，罚款上悬500万。啊，讲未来嘛来加入到专门咧骗臭味的这种专业的人员，会当更加打击到民众的感受。啊，同款是大火受灾户的台北市传出讲，有市民透过1999来通报，但是这个消息并无往面顶传起哩，是毋是这个通报的机制来失灵？台北市长周万安讲，会伫1礼拜内提出着检讨报告。野水车对空气甲路边喷水，地点就伫木沙道vận行的外口。新北市深坑大火造成的臭味，台北市喊出来补救，严格要改善的那空气的品质。事发的当时，传出民众通过1999通报臭味，严格所无通报起嚟，互民众无得到回应。市长周万安一透早就要求府内举行通报机制协调的会议。针对未来救济嘛闹党威，问题就会出在该负责的人并没有把机制运行好。昨天我已经要求1个星期之内提出检讨报告，该负责、该惩处的一定会惩处，所以我亲自会追踪。后来通报机制失灵，市长亲身追踪后续的处罚。未来卖加强和新北市之间的联动。安那代志发生的地点，新北市府更加唔敢轻轻啊放过。所以大家不要忽略了厂商的责任啊，不要用稍纵即逝的证据，到时候让厂商逃脱掉了。它已经有明显的人为的疏失，导致这个火势不断的蔓延跟闷烧，最终可以开罚500万元。严格新北市府公布的资料，无论是空气或者是水质的检测，拢无共样。和附近民众闻到臭味的感受差真多。除了兼顾科学的数字以外，这一种所谓的民众感受面的这个情况，我们也会把相关的说明附在我们通报里面。未来可能会把各位应该知道，我们也有闻臭师，好，我们以后都会纳进来。这场深坑的大火，臭味拖到湘北市。市边的不满嘛，对立清关。周万安好友期第一时间的醒悟，可后续的处理，看敢会当挽回民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